一部西游未出此山半步，三藏东传，并非小说所言。花果山古在海中，早在《西游记》成书之前，便被冠以海内灵山。毛泽东生前对《西游记》更是情有独钟，曾3次点名孙猴子的老家在新海莲市云潭山。此言后被刻在花果山中的巨石上，成为鼎鼎大名的毛公碑。光阴流转中，沉淀着往来游客对西游文化、对花果山的无限喜爱。蛙夷石，西游之前即生此石，女娲炼石补天而来。在吴承恩不朽巨著《西游记》里，孙悟空就是从这里蹦出胎胞，脱了包衣，闯了一趟水帘洞，当上了这一山之王。花果山之林，水帘洞为最。《西游记》以前，水帘洞就被海州知州王同盛载，高山流水，神泉吐润。而《西游记》一派白虹起，千寻雪浪飞，更是神来之笔，为洞内经年不和的灵泉平添了几许仙气。花果山之奇幻，在于自然与想象出其不意的契合。长时间的地壳运动和海浪侵蚀，刻画出72洞、怪石园、猴石、八戒石、唐僧崖等奇石洞府，惟妙惟肖，有神奇般的与西游中的神魔一一相应。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汉字“神”覆盖其中，潇洒飘逸，气势磅礴，于1996年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。时空之外，这里蕴藏着一部穿越古今的历史长卷。横花落古城遗址，见证了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，和花果山的大平原时代，是中国10大考古发现。以鸟为图腾的少昊国，乐居花果山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山中的摩崖石刻，更是被岁月眷顾的珍宝，不可复制。海州村邑东海县玉林关东岩壁记，存世之长，价值之高，为中国之最。壁记斜对面的3眼石勒，乃祖吴泽、苏唐兴、王公衮3大文豪合作落成，号称3绝碑。